接住落嚟。今次火炬傳遞咧喺廣東、香港同埋澳門三地咧係同日啟動嘅，唔單止係一項創舉，更加係充分展現出粵港澳大灣區嘅獨特優勢。香港火炬傳遞嘅路線呢，就好似一次城市巡遊，50位火炬手呢，將會穿梭喺我哋引以為傲嘅城市地標以及咧現代化嘅體育設施。火炬所到之處呢，都會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同埋盛事之都嘅非凡魅力。長以採火棒點燃火種盤，請羅局長。請署理行政長官將火炬交俾第一棒火炬手。全國運動會香港站火炬傳遞開始。